历岁月长歌，绘锦绣华章。东华大学的历史渊源可追溯至1912年实业家张謇创办的纺织染传习所。学校创建于1951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所纺织高等学府。1960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当时全国共64所，是教育部直属国家211工程、国家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经过67年的建设和发展，学校已经从建校之初的一所纺织单科院校，发展成为以工为主、工、理、管、文等学科协调发展的有特色全国重点大学。学校产学研合作项目达5000余项，大批科研成果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国防军事、建筑、环保、新材料等领域，为我国战略武器的研制、神5至神11载人飞船和天宫1号、天宫2号等的成功发射做出了积极贡献。学校对接国家战略特需和国际时尚创意2个制高点，积极推进纺织产业关键技术协同创新中心、高性能纤维复合材料协同创新中心、海派时尚设计及价值创造协同创新中心3个上海市协同创新中心，以及东华大学先进低维材料中心、东华大学国际时尚科创中心和东华大学纺织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并与地方政府联合推动环东华时尚创意产业集聚区和环松江大学城科创园区建设，打造环东华时尚周，引领上海时尚，为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发展贡献力量。学校人才体系完整，培育多学科高质量人才，科研项目连续3年入选中国高校10大科技进展。新世纪以来，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发明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26项。近2年牵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8项，纺织类3大检索论文收录总数超过世界其他9所著名纺织院校的总和。学校现设有14个学院，延安路和松江2个校区。2019届毕业生人数5599人，其中本科生3503人，研究生1924人，博士172人。学校坚持培养高层次应用型创新人才，承担起人才强国、科教兴国的重任，与全球100多所知名高校、研究机构及企业建立良好合作关系，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等35所学校签署学生交流协议，建立交换生全英文授课平台，积极争取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留学生项目，开拓资助渠道，选拔优秀学生赴国外高水平大学开展联合培养。东华学子用智慧和汗水服务祖国，回报社会，传承崇德博学、励志上实校训，在新时代展现出东华人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风采，在众多领域取得了优秀的成就，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科技发展和创新。学校始终把大学生成功就业创业摆在学校办学的重要位置，通过信息服务智能化、生涯教育全程化、市场服务精准化、就业引导持续化、师资队伍专业化等方面工作，促进学生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创业。学生总体就业率连续多年位居上海市高校前列。学校先后获全国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上海市促进就业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新时代新作为，东华人以改革再出发的豪迈，以全面建成国内一流、国际有影响、有特色的高水平大学为目标，愿与各用人单位协同发力，传递就业关怀，助飞青春梦想，让莘莘学子在这里扬帆起航，把青春梦、就业梦、创业梦融入伟大的中国梦，谱写时代的新篇章。